大家好，我係司徒博雅律師。大家好，我係 Michael。施律師，有陣時香港啲公司咧，可能需要通過減少股本，從而達到優化資本結構嘅目的。咁請問有咩辦法可以減少股本呢？香港公司減少股本其實係有兩種方法嘅，第一係需要法庭嘅批准啦，或者第二個方法就係無需法庭介入嘅途徑嚟嘅。明白。咁不如今日我哋着重介紹下無需法庭介入嘅辦法啦。聽講呢個都係相對快速同埋高效喎。正確。根據香港條例，我哋首先需要公司所有董事喺償付能力陳述書上邊就股本減少嘅事宜簽名，之後公司必須喺呢個償付能力證明書簽署15日之內咧，通過一項決議減少股本嘅特別決議。以上兩個文件咧都需要存檔喺公司註冊處嘅，跟住喺憲報啦、一份英文報紙同埋一份中文報紙裏邊咧刊登關於減少股本嘅公告，3份公告咧內容需要一致。施律師，咁又請教下啦，頭先你所講嘅公告咧有冇刊登嘅期限㗎？當然有嘅，期限就係決議減少股本嘅特別決議通過嘅星期嘅下一個星期裏邊最後一個工作日。咁請問下以下嘅例子咧係咪正確啦？假設今日係3月1號星期一，咁 A 公司又通過咗特別決議嘅，咁又假設跟住落嚟嗰2個星期都係冇公眾假期啦，咁刊登公告期限咧係咪就係3月1號星期一嘅嗰個星期嘅下一個星期五，即係等於係3月12號星期五咧？正確，接落嚟咧，公司亦都需要確保償付能力陳述書同埋特別決議已經備存於公司註冊辦事處，供股東同埋債權人免費審閱。第二，喺特別決議通過嘅5個星期之內咧，公司股東同埋債權人亦都可以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撤銷該特別決議。第三，假設呢5個星期內冇人向法庭提出申請，公司需喺5個星期後，但係7個星期內，於公司註冊處存檔股本減少申報表。去到呢一步，公司就成功減少咗股本啦。明白晒，多謝施律師嘅介紹。如果觀眾有任何疑問或者有香港公司需要減少股本，歡迎你哋隨時聯絡我哋 Sun Lawyers。